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6章，上主的约柜停留伫非利士人的第7个日久，非利士人叫遐个祭司甲卜怪来问上主的约柜，阮着安怎处理？请指点阮要安怎送伊倒去原来的所在。因讲：你若要送以色列上帝的约柜倒去，毋通互伊空手去，一定着带陪罪的礼物。恁的病才会得到医好，恁才会知是安怎上帝继续伫刑罚恁。非利士人问：阮着用甚物做陪罪的礼物？祭司甲卜怪应讲：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，恁着做5粒金独枪，5只金鸟鼠，因为恁的首领拢受到上款的灾祸。恁着做独枪的模型，甲毁灭恁的土地的鸟鼠的模型，搁着将荣光归互以色列的上帝。无定着伊对恁的生命、恁的土地的手下留情。恁是安怎要亲像埃及人甲埃及王遐尼硬心？上帝敢毋是严严对付因，因才放以色列人离开。现在恁着准备一台新的车，2只摇底饲奶、毋捌挂担的牛母，将牛母套伫车，甲牛仔囝牵倒去牛巢，搁将上主的约柜下伫车顶，甲你所做陪罪的金器放伫约柜边的箱仔内送去。恁着注意看，迄台车若对交界的路上到伯示马，就知讲即个大灾祸互咱的实在是上主。车若毋是往迄个方向去，就知拍咱的毋是伊，是咱偶然拄着的。非利士人就照安尼做，因将2只摇底饲奶的牛母套伫迄台车，甲牛仔囝关伫牛巢，搁甲上主的约柜以及放金鸟鼠、金独枪的模型的箱仔拢下伫车顶。牛母往伯示马的大路直直行落去，哪行哪吼，无偏左右。非利士人的首领缀伫后面，一直到伯示马的边界。迄时，伯示马人伫山谷底收割麦仔，因举头一个看，看到约柜就非常欢喜。车到伯示马人约书亚的园就停地，伫遐有一块大石，因破迄台车的柴，甲迄2只牛母做烧化祭献互上主。利未人将上主的约柜甲边仔缀金器的箱仔摕落来，下伫迄个大石的顶面。伯示马人伫迄日献烧化祭甲别款的祭互上主。非利士人5个首领拢有看到，就伫上迄日倒去以吉伦。非利士人带5个金独枪做陪罪的祭，献互上主，一个为着阿什突城，一个为着加萨城，一个为着阿什基伦城，一个为着加特城，一个为着以吉伦城。金鸟鼠的数目，照非利士5个首领所管设防的城甲无设防的庄舍来定，因下上主的约柜迄块大石，
到今仔日还有伫逼示麦人约书亚的园里做证据。上主拍死70个逼示麦人，因为因偷看约柜的内面，人民大哀哭，因为上主拍死遐济人。逼示麦人讲，啥人会当服侍上主即位至圣的上帝？咱要甲约柜送去倒位？因就找人去见基列耶林人，讲费斯人有将上主的约柜送转来，请恁来甲伊接去恁遐。